买手不是放学了。我说还叫我领着他回家，跟我搂着他睡着吗？我就放心呀。跟妈妈睡。跟我睡吧，我姑姑带你去玩，去游乐场。好。快都让你姑姑给收买了啊！我也说来着，我回家了，你休息。没事，还有小来叫我搂着他弄嘛，他跟着我睡也惯了。我让妈妈睡。跟妈妈睡吧嘛，那就要跟妈妈睡吧。没事，跟姑姑睡也一样。不要，我就要。你叫干嘛？我就要跟妈妈睡。那就跟我睡吧，对不对？家姑姑这回气的不着了。他高兴的往外跑，睡他那边是睡他那边是吧？走，赶紧。哎呦爹！你都来了，爹，你赶谁来了？我走了，我等会儿。爹讲那个这几个，老爷，来叫老爷抱抱。叫老爷了哈，都回屋，算了，回屋老爷，老爷。都别发，